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立法院今仔日新会期，各委员会来选调集委员。8个详细委员会总共是选出到16位的调集委员，民进党8席，国民党7席，民众党1席。这届国民党甲民众党在野合作，伫教育委员会推选郑丽文，伫维权委员会推选吴欣盈来担任到调集委员，在野是成功来整合。未来伫总统大选，是毋是有机会安尼合作呢？民众党立法院的总调邱伸远无甲话讲甲死，伊讲头家是人民，会为议题上寻求在野的合作。邱泰委员、吴欣盈委员当选为本会第10届第8会期召集委员。经过差不多1点半钟，立法院维权委员会2位调委总算产生案。一位是民进党的邱泰源，一位是民众党的吴欣盈，做伙翕相，气氛真好。在第8会期，也是我第一个完整的会期，能当上卫环部的召委。同时，在像代理孕母啊这个部分的话，跟国民党这个会期也是我们主席交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。作为关键小党，民众党这摆找在野合作，唔那伫维权委员会。加油！加文会！加油！教育文化委员会是南北共同杀这个国民党这立委郑丽文。大家其实也不用想太多啦，哈，因为在立法院里头，本来我们在议事上还有很多的法案政策上面啊，都随时需要合纵连横。那么在野党的合作应该也算是相当正常、稀松平常的事情啦。会当合作到什么款的程度？郑丽文爱大家莫想遐济。不过作为第10届最后一个会期，调野的比例又搁平衡啊。8委员会外交、司法、财政、经济甲内政拢是拿力分甲真清楚。交通委员会，民进党由何欣顺做调委，国民党陈雪生是甲时代力量合作摕到1胜。教育委员会是由民进党的范云甲国民党的郑丽文，维权是民进党的邱泰源甲民众党的吴欣盈。民进党总共8席，国民党甲民众党加起来嘛是8席，算成的在野嘛是成功整合。希望是一个好的开始，蓝白合作有一个好的开始，在立法院的层级。另外以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朝野攻防。或者法案的联署，或者是预算的审查，也可以进一步来合作。我们的老板还是我们全国的人民，我们还是一切以民意为依归，议题上来去寻求在野各政党的合作。新的会期开始啊，在野伫立法院整合敢会当推进到2024年，选前的攻防正式开始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